你好，劉師姐，唔針啦。呢節咧聯絡到星之谷按揭轉介行政總裁啦，張錦輝 Raymond 同我哋傾下咧銀行最新一啲嘅按揭嘅動向啊。Raymond 你好啊。係，Joey你好。你好啊，嗱，本港近期咧，我哋見到個拆息就回落啦，咁加埋個一二手交投咧都有啲回升嘅跡象。銀行咧對按揭業務嘅取態咧開始又轉翻積極翻啲，因為近一個月咧見到唔少啲大行都開始上調翻個按揭嘅現金回贈嘅水平啦，例如係恒生咁樣啦。嗱，最新有報道就話咧東亞都有呢啲類似嘅動作嘅，咁啊300萬以上嘅貸款金額咧現金回贈可以做到0.8%。嗱，雖然聽落就1%都冇啦。咁但係好似唔係好多咁樣，咁但係如果睇翻大半年之前咧，即係舊年年尾左近咧，其實啲龍頭行嘅按揭現金回贈啦，講緊0.1%至到0.2%，而近期回贈嘅上調幅度咧都算係幾快嚇，因為而家最新譬如東亞頭先講咧0.8%啦。嗱，問下 Raymond 啦，據你了解咧，銀行近期係咪開始都積極變叫做翻呢啲嘅按揭回贈啊，或者嗰個嘅金額有個提升，個百分比有啲提升嘅話，第一來就可能因為個 HIBOR 就回落啦，資金成本又輕咗啦。雖然近呢2日我哋見到個拆息又升翻啲，但係增加回贈呢一招啦，現時個水平又足唔足夠，吸唔吸引呢？其實而家現金回贈水平咧係未夠吸引嘅，因為樓市咧喺高峰期嗰陣時，現金回贈咧可以係做到3% 以上。咁過去10年其實好多時間咧都喺2% 以上。咁所以而家咧講緊個1%啊，或者啲銀行甚至1% 都冇咧，銀行仍然都係處於一個保守期。咁雖然 HIBOR 係跌啦，銀行始終都覺得咧呢個跌咧係咪一個曇花一現。咁所以佢哋寧願咧每一期賺多啲，都唔想太進取咧咁去減息或者加回贈住嘅。但係有冇我哋見到即係近期開始嗰個轉按市場，其實有冇叫做相對叫活躍翻啲咧？轉按咧，因為 HIBOR 大跌咧，就的確咧係多咗人問嘅。咁查詢咧都比我哋平時咧係多咗2至3成啦。咁但係始終咧，由於而家嗰個 H 按嘅封頂利率咧，比起2年前咧，仍然都係高半厘嘅。咁所以2年前買樓嘅業主，如果而家轉按咧，佢嗰個封頂利息都會增加。咁所以好多查詢咧，都最終都轉換唔到去一個實質嘅按揭申請。不過咧，由於政府咧係放寬咗嗰個出租按揭咧，成數去到7成，咁而家係多咗好多人轉按，係為咗甩保，而且咧將嗰個物一樣住咧打為出租用途。呢個咧佔整體轉按咧都有2至3成。好啊，嗱，比較下幾間主要銀行嗰個按揭計劃最新個優惠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啊？但如果睇翻而家東亞暫時頭先提到啦，300萬就回贈0.8%啦，恒生嘅話就400萬回贈0.5%，1000萬啫就回贈0.6%，加埋一啲嘅超市禮券啦。匯豐嗰邊咧就最多回贈係0.5%，轉按就0.35%。中銀香港咧手就回0.4%啦，二手就300萬以上回贈係0.4%。如果細啲嘅創興咧就回贈個金額就似乎係嗰個最高500萬就回贈1%到啦。嗱，其實即係頭先都有提到，有好多行而家最近都有呢啲嘅動作嘅。照你咁睇啦，如果我哋真係見到呢一個嘅即係呢啲嘅中小行開始都回贈等等嘅優惠去搶下之後，有冇可能令到啲大行都叫俾翻多少少優惠咧？定係其實 HIBOR 再落到啲低嘅水平，例如係1個月拆息0.5厘以下，甚至係美國減息嘅話，啲大行先至可能會有動作咧？呢個係會有可能嘅，因為咧根據以往個循環咧，中小行啦，咁由於佢哋分行係少啲啦，同埋嗰個配套唔及大行咧，一般咧都係通過增加現金回贈去吸客嘅，咁然後咧就會導致到大行咧亦都係跟出，咁然後彼此咧進入一個循環，咁直到大家都揾一個平衡點啦。所以我估計咧係下半年咧就啲大行咧都會增加翻個現金回贈去 match 翻呢啲中小行嘅，咁但係嗰個速度咧就可能係有啲係擠牙膏式咁樣加啦，就唔會好似市好嗰陣時咧嗰種咁嘅來勢洶洶，大家鬥加咁樣。嗱，如果真係因為啲近期優惠咧，即係有觀眾有意去轉按嘅話，有啲咩特別留意咧？同埋展望下半年，而家其實都有啲股就話7月美國可能會減息啦，會唔會再等一等，或者個 plan 會再吸引啲咧？如果係轉按嘅話咧，首先要留意個股價啦，因為相比2年前咧個樓價咧係跌咗嘅，咁如果估唔足價嘅話，就可能要補錢先可以轉到按。咁所以最好咧就揾唔同嘅銀行去估價啦，然後揾一間咧估值得最高嘅銀行去申請嗰個轉按。咁另外要留意咧，就雖然嗰個咧 HIBOR 係跌咗好多，咁令到實際嘅供樓利息咧去翻2厘左右。咁但係咧，當申請轉按嗰陣時咧，其實銀行計算你嗰個供款同埋入息比率係用翻 H 按嘅封頂位，即係3.5厘嚟計算。咁所以咧就要計清楚究竟自己一個入息夠唔夠先去申請。另外咧要留意咧就係回贈咧個金額咧係視乎個貸款額嘅，貸款額越高咧個回贈就會越多。咁所以如果轉按係純粹係為賺回贈咧，就不妨借足個按揭成數，然後就將套現嘅部分咧就放喺 mortgage link 嗰度高息戶口嗰度做對沖。咁呢個係賺取最多現金回贈，而咧唔需要增加供樓利息支出嘅方法。
咁頭先你講到咧，會唔會去等下？我覺得咧，其實咧係如果唔需要趕住上會咧，我覺得可以等一陣。因為如果美國7月係減息咧，香港有2個方法可以跟隨嘅。其一就係減嗰個最優惠利率，其二就減嗰個 H 按封頂位。如果係前者咧，如果而家上會同到時上會個按揭計劃都唔會有啲咩分別，供落金額都係一樣。咁但係如果佢哋選擇用後者方法去減個 H 按封頂位去跟隨咧，咁到時上會咧嗰個按揭計劃咧，明顯係會比而家咧係優勝好多嘅。咁所以如果唔急住上會咧，係可以等一等。但係另一邊，我哋見到金管局琴日都有提醒啲即係拆息嗰度咧可能會反彈啦。如果個 HIBOR 真係反彈嘅話咧，呢啲優惠相對嚟講個調整又會唔會比較大啲咧？我覺得如果個拆息個反彈去翻去正常嘅水平咧，銀行都唔會話因此係去加息嘅。咁而家梅振亦都唔會話係冇晒嘅，因為咧始終咧我哋都係處於一個減息嘅周期。咁舊年咧當係一個加息周期嗰陣時，銀行其實係將個現金回贈一減到去0，然後咧今上就慢慢都係升翻嘅。咁而家咧嗰個由加息周期變為減息周期啦，咁現金回贈應該都係隨住美國嘅息口咧，咁都會係美國息口下跌而會係慢慢上升嘅，我覺得。好啊，咁所以睇住呢啲嘅即係轉按啊、回贈啊情況究竟係點樣啦？好，呢節咧唔該晒咧，莊錦輝星之谷嘅按揭轉介行政總裁同我哋講咗呢個近期樓市嘅情況。